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新嘅一期嘅整改片啦。唔知你知唔知喺浩瀚嘅宇宙入邊，當一啲怪物級嘅天體降臨嗰一刻，我哋嘅地球呢喺佢哋嘅面前就連塵都不如。喺宇宙入邊就有5大恐怖嘅天體，隨便走過出嚟都可以將太陽系研成粉末嘅。而黑洞喺佢哋嘅面前就好似蘆葦一樣，尤其是係最後一個，就連物理定律都會被當場撕碎。呢期嘅節目，我將帶領大家前往宇宙嘅邊緣，去感受一下地獄之旅，睇一睇呢5個怪物級嘅天體呢。歡迎嚟到越講越迷，製作唔容易，請你為我點翻個 like。第5名，超新星。超新星呢就係宇宙入邊行星嘅核彈啦，一粒就可以令到50光年嘅範圍之內寸草不生。佢係大質量行星生命結束嘅時候終極嘅爆發，佢幾秒之內釋放出嚟嘅能量就相當於太陽50億年嘅能量總和。呢種巨大嘅能量呢就係伽馬射線暴啦。呢個係一種嚟自於行星死亡時候嘅絕唱。呢種能量如果正面咁擊中地球，後果呢將會係不堪設想啊！但係你亦都唔使擔心，因為伽馬射線就係以光速傳播嘅。喺當你睇到佢嗰一刻，你可能係已經死咗啦。佢會瞬間咁點燃地球嘅大氣層，燒毀所有嘅臭氧，而跟住強烈嘅輻射就會切斷所有生物 DNA 嘅鏈條啦。有研究推測，奧圖紀嘅晚期呢，地球有85%嘅海洋物種可能就係被超新星伽馬射線暴徹底咁抹殺嘅咧。而更可怕嘅係，韋伯望遠鏡嘅最新發現，地球周圍100光年入邊呢係有3粒年老嘅大質量行星正處於爆發嘅臨界點嘅。而佢哋一旦爆炸，咁天空呢就會出現2個太陽。呢個亦都係末日嘅信號咧。伽馬射線暴嘅單個光子能量就係太陽光子嘅幾十萬倍啊！能夠直接摧毀地球嘅臭氧層，而超新星嘅爆發仲會拋射出高速嘅重元素，佢就好似一把宇宙嘅散彈槍，當住佢條路嘅行星呢都會被撞碎啊！而且佢嘅預警亦都係非常之艱難嘅，塌縮前嘅亮度變化就只有1/1000。我哋人類嘅望遠鏡最多就只能夠提前幾個鐘頭發現異常，呢少少嘅時間根本就唔夠我哋人類去作出應對嘅。第4名，僵屍行星。宇宙入邊其實有不死嘅傳說嘅。科學家喺2014年就發現咗一個編號為 IPTF14 HLS 嘅行星。佢喺過去嗰幾十年入邊呢，竟然係發生過多次嘅爆炸噶噃。而每一次佢都好似經歷住死亡，光度係大幅度衰減，睇上去已經係變成咗一堆嘅殘骸啦。但係每一次爆炸之後，佢都能夠從墳墓入邊爬翻出嚟噶噃，重新咁變亮。呢種現象呢，就好似你去參加咗一個人嘅葬禮，睇住佢被埋入土入邊，而結果第2日佢又敲響咗你屋企嘅大門一樣嘅。啲科學家推測呢個可能呢，就係一粒質量極大嘅行星喺經歷咗爆炸之後，佢嘅核心依然係冇崩潰嘅，而佢又似乎擁有住一種吞噬嘅本能反應。通過強大嘅引力，將爆炸炸出去嘅物質呢，又再一次係吸翻嚟。佢就好似神話入邊嘅宇宙惡魔一樣咧，通過吞噬自己嘅屍體，重新獲得新生。當你以為佢仲係生存嘅時候，其實佢已經係死寂咗咧，內部一早就已經開始坍塌。而當你以為佢已經變成殘骸嘅時候，佢卻又起死回生。呢一種游走喺生死邊緣嘅怪物天體，係徹底咁顛覆咗人類對行星演變嘅認知嘅。如果你睇住佢，你就會產生一種深深嘅無力感。原來喺宇宙尺度底下，就連死亡呢件事啊，都會變得好唔公平。第3名，磁星。宇宙入邊嘅萬磁王，佢嘅磁場呢，就係地球嘅1000萬億倍啦。1秒釋放出嚟嘅能量就相當於太陽嘅10萬年。佢係中子星嘅變種，誕生於更大質量嘅行星坍縮，而靠近佢嘅物體都會被佢嘅磁場拆成原子，再拉成粒子鏈。如果你企喺佢1000公里之外，你就會被瞬間咁撕碎嘅啦。
連萬分之一秒啊，你都頂唔住。因為原子核就係帶電嘅，喺咁變態嘅磁場入邊，你體內嘅電子呢就會被瞬間嘅剝離，原本圓形嘅原子呢就會被拉伸成細長嘅針狀。你係唔會覺得痛嘅，因為你嘅痛覺神經喺一瞬間已經係變成咗灰塵啦。呢種天體通常就只有幾十公里咁闊，但係佢每立方厘米嘅物質就已經重達數億噸啦。咁就相當於將成個喜馬拉雅山脈壓縮喺一粒方糖入邊。呢一種咁極端嘅密度，令到佢成為宇宙入邊名副其實嘅隱形殺手啊！佢就好似一個接上咗高壓電嘅捕獸夾，靜靜咁啊懸浮喺黑暗入邊，等待住獵物自己啊送上門。而磁星係仲會有定期嘅星震嘅。2004年，一粒5萬光年之外嘅磁星星震，佢嘅伽馬射線部係掃過地球，令到高層嘅大氣電離層係擾動，多粒嘅衛星失靈啊！而佢呢一次釋放出嚟嘅能量就夠我哋地球用翻成100億年啦。韋帕望遠鏡呢，仲觀察到一粒磁星嘅輻射係掃過行星，令到佢嘅表面溫度呢係上升咗1萬度，外層嘅物質剝離，行星系統亦都徹底咁崩潰啊！而且佢嘅星震係毫無規律噶噃，咁佢確確實實就成為咗一個唔定時嘅炸彈。第二名，雷星體，佢係宇宙最光嘅黑洞引擎，亮度就係太陽嘅430萬億倍啦。佢係宇宙暴力美學嘅巔峰，喺比太陽系細嘅空間入邊釋放出一整個銀河系嘅能量。最近嘅雷星體亦都喺100億光年之外啦，但係佢卻能夠被地球觀察得到。如果將佢放喺冥王星嘅位置，地球上嘅我哋呢係將會瞬間被氣化。佢嘅核心係數十億倍太陽質量嘅超大質量黑洞，吞噬住氣體同埋塵埃，形成咗上億度嘅吸積盤。摩擦係產生咗強烈嘅輻射同埋噴流。雷星體嘅噴流速度呢係接近光速嘅，長度達到幾十萬光年，俾佢掃過星系呢就能夠摧毀結構嘅啦。科學家觀察到嘅一粒雷星體嘅噴流呢係掃過星系，咁就令到成個星系嘅邊緣行星係脫離咗軌道啦，形成咗10萬光年嘅行星流。而且佢嘅亮度仲會喺幾日之內增加幾十倍，就好似黑洞打咗個 X 一樣。而且雷星體仲以接近光速嘅速度遠離緊地球。但其實我哋睇到嘅呢，就只係佢喺100億年前嘅樣，而家可能會更加恐怖啦。第一名，巨隱源，宇宙嘅終極殺器，亦都係最恐怖嘅引力巨獸。佢就唔係一個單一嘅星球，亦都唔係一個黑洞，而係一個神秘嘅引力異常點，一個睇唔到嘅幽靈。佢位於拉尼亞凱亞超星系團嘅深處，距離我哋大約有幾億光年。但係就喺此時此刻，我哋嘅銀河系，包括地球上嘅你同我，正以每秒600公里嘅速度，身不由己咁向住佢狂奔而去。你之所以感覺唔到移動，係因為你周圍嘅所有星系，包括仙女座星系、侍女座星系團，仲有數以百計嘅巨大星系團，全部都被佢強大嘅引力所操控住。佢嘅質量呢係極其之巨大嘅，大約為太陽質量嘅5.4乘10嘅16次方倍。呢個已經係人類大腦冇辦法處理嘅天文數字啦。人類嘅物理定律喺佢面前真係毫無意義。而最令人毛骨悚然嘅係，我哋根本就睇唔到佢到底係乜嘢，因為佢啱好就匿咗喺銀河系盤面嘅後邊，被厚厚嘅星層所遮擋住，處於科學家嘅觀測盲區。亦就係所謂嘅隱帶。人類就好似一群黑暗海流入邊被捲走嘅魚，明知道前邊有一個巨大嘅深淵，卻係根本睇唔到嗰個深淵到底係生咩樣嘅。有人係猜測佢係一個極其之巨大嘅黑洞，亦都有人講佢係宇宙大爆炸留低落嚟嘅時空裂縫。甚至有人仲懷疑嗰啲係高級文明製造出嚟嘅宇宙吸塵器，專門就係用嚟清洗低級文明嘅。而黑洞喺佢嘅面前呢，就好似螻蟻一樣咧，因為佢操控嘅唔係一兩粒行星嘅生死，而係數億光年範圍之內所有嘅星系命運。咁所以呢個第一位呢，真係名副其實嘅。
以上講嘅呢啲天體呢，已經存在咗數十億年啦。我哋能夠生活喺地球，唔係因為宇宙有幾咁溫柔，而係純屬運氣好啊！未來嘅科技可能就可以預警，但係喺而家我哋只能夠敬畏啦。下次你再抬頭去仰望星空嘅時候，可能你就會睇到嗰啲星光背後嘅恐怖真面目。我哋係渺小嘅，卻能夠理解佢哋，呢個本身已經係好偉大啦，亦都更應該珍惜我哋而家眼前嘅家園。好啦，今期嘅節目呢，我就分享到呢度，記得點讚加訂閱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